我係一個 technician，今日係我第一日返工。咦？點解剪極都剪唔斷嘅？頂，唔係壓線鉗嚟，唔緊要，萬事開頭難。我爬落去再拎過，搵到啦。我再爬返上去，終於剪好，再插埋個水晶頭。咦？我啲水晶頭咧，唔係嗎？個褲袋幾時穿咗個窿啊？唔緊要，落去拎過。好，我又爬返落去，又爬返上去，終於插好。啊，唔係啊，個水晶頭壞咗，咪玩我啦。於是我又爬返落去，又爬返上去。雖然係七勞八傷，不過總算叫做搞掂，走得。2分鐘搞掂嘅嘢，搞咗10分鐘。我初入行都係咁。同我講緊嘢。我上咗個梯，做完嘢之前都唔會落嚟，因為我有呢個超方便嘅 cargo bag， 採用美國 Cordura 1000D 布料，防潑水、高耐磨，成個袋一共分咗8個間隔，分類收納，堪稱全能。最緊要係唔影響活動，有大髀固定帶，唔會喐嚟喐去，方便單手取物。插扣仲有得 lock 住，穩固嘅同時加強安全性。咩話？你話冇咁多工具要裝？唔緊要，仲有細粒啲嘅工具，大髀袋，同樣嘅堅固布料加大髀固定帶，但係更輕便。帶格內有橡筋帶，用嚟固定有厚度嘅工具，例如螺絲盒、他標等細嘅配件，可以收納喺細分格，唔會撈亂。依家購買即送9排一套，包埋運費送到你屋企門口，快啲 DM 落單啦！